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跟嘉浩学习汉语的夜读节目，我是嘉浩，很高兴每周能陪伴大家一起学习汉语，提高听力能力。我们在寻找爱人的时候，是不是一直问自己，要不要选择自己喜欢的，还是要选择爱自己的人？但是今天我想向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文章，名字叫做去爱对你好的人。我们一起来听。老人常说，谈恋爱和结婚是有区别的。一开始对你好，后来对你越来越不好的人，是想跟你谈恋爱；而一开始对你好，后来对你越来越好的人，才想跟你结婚。在人生这趟旅途当中，有些人想陪你一阵子，有些人想陪你一辈子。少年时期，我们期待热烈的爱，拥抱一定要用力，约会一定要深刻。可过了脸红心跳的年纪，我们更期待朴素的爱。浪漫就是早起去市场，买好新鲜的肉和蔬菜，然后一路哼着歌儿走回家，和心爱的人一起吃饭。爱情要融入生活，才能让人感觉到真实。我能联想到的有关于爱情的瞬间，都是很小的事情，比如在你疲惫睡着的时候，他会走过来为你掖好被窝；在你感冒咳嗽的时候，他会耐心给你送药端水；在全世界都不相信你的时候，他会坚定地站在你身旁说：我相信你。偶尔距离的爱情才需要曲折，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只需要安心。一个人对你好不好，你是能够感觉得到的。如果一个人愿意陪你柴米油盐，不在意日子会不会过得辛苦，我想他一定是做好了要陪你一生的打算。过去有人问我，什么样的人才算对你好的人？我想着讲说，真心对你好的人，从来不会因为情绪上头，就把你一个人狠心抛下。真心对你好的人，是那些即便被你生气到说不出话，但还是想要把你抱在怀里，好好爱你的人。一生不长，一定要去爱一个一见你就笑的人，和你一见就笑的人。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读。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，记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学习汉语，提高听力能力。今晚向大家说一声晚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